分就要再次发挥了。我很期待。你看，等一下你期待，你喜欢吗？他真的是已经期待到说不出话了。请问雨晴做过最糗的一件事是什么？我觉得他现在人生最糗就是现在，绝对耶！现在玩就最糗了。啊，那我等一下告诉你。好，我大概知道最糗的是什么。请问你有没有说谎过？曾经说了什么谎？有啊，我每天都在告诉大家很漂亮。哎，什么意思？我说我自己。哦，原来。你会说谎啊？比一下，比一下。你没蛮美的啊。善意的谎言啊。我没有。你有，我觉得需要再一点点。我说这个妆，这个妆，这个妆。你怎么很诚实？这不是我要听的话。平常会在成人背后讨论成人的穿搭或妆法吗？哦，会啊，他会应该很常正常，因为我是一种比较这种妈妈个性的人，妆没你对画好穿。搭妆法很要求。我觉得蛮要求的，像佳丽的眉毛，我也知道画过很多次，怎么佳丽今天就被提出来，然后什么雅恩的穿着啊，什么之类的。有哎，他有跟我讲过，他就说他觉得我的衣服真的不行，他说你快点来我家，我把我的衣柜敞开给你。连工作的人都觉得雅恩不行。哎，然后检讨一下，这已经不是只有我的问题，这真的是你那个本身本人的的问题。问题。第四题，不要笑，姐姐。我有点紧张。第四题，团体中对谁私底下跟镜头上反差最大？好的，比一下。你是不是没空听我题目？对我现在很担心这个眼线，你没有在听我的题目？他不是眼睛，他双眼皮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完了完了，大家都在笑，完了完了，怎么办？我觉得不行，真的不行。怎么办呢？有没有棉花棒之类的啊？好麻烦哦，这双眼皮太难还原了。好，我觉得应该是我因为其实我在节目上还蛮安静的。其实我在私底下不就有炮火全开吗？其实你反差蛮大的。我自己有觉得我反差很大。要说反我觉得你现在反差也蛮大的耶。可以。请问体重曾经最重到多少？曾经最重到55过。那还好啊。我跟你讲，有个团员一模一样哎。我哎，我在讲呢，你这样有点怪。差不多知道。真的假的？完成了。好，我没有想把板子放下来。我其实是我才不想吧。我们终究还是得面对这现实，而我们要跟照片的那种感觉有点像。好，来吧来吧。 3、2、1。我们现在长什么样子？我好看吗？我觉得还好。我呢？你嘴角抽动什么？我呢？你呢，就是比较视觉系，你还听起来要去唱重金属摇滚，比较视觉系一点。我觉得很有冲击感嘞。我觉得这个可以去刷贝斯跟练吉他。很成功，很成功。我需要看一下自己长什么样子。好可怕哦！怎么办？还是不要看好了。怎么办？好了，要先看吗？完了完了。好，我想看吗？看一下。能不看吗？哦，哎，平常跟镜子里面，我很像我万圣哎，其节，实抬高一点，不好意思，我身高有点高。其实好像还行。那你相信我的手了吗？多，你至少口红是黄色的。哎，没有，我